嘉兴是一座因为有水才有了花的城市。当古老的金安大运河往这里采购，商业文明的精髓辣这里挂住。家务这块地方呈现出一代又一代的繁华，每段辰光的繁华和辉煌，随起来底蕴丰沛的城市文明。老早辣1400年前，格兰塔就曾经是三国云集的地方。辣花今朝追随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当中，嘉兴已经成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鼎造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主要地区之一。世界浪向各特各处的投资者，侪辣搿浪向演绎伊拉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华彩一张。嘉兴辣花上海经济圈、杭州湾经济圈和环太湖经济圈的交汇点。搿里它的高速公路网络，侪比得过世界浪向发达国家的城市。随便来讲是新城镇8个钟头车程的距离，还是同上海、杭州、苏州各种周边城市的1个钟头交通圈，侪为促进嘉兴搿个城市同长三角地区城市之间的合作同交流提供穷多的空间和可能。辣花杭州湾跨海大桥北岸的嘉兴港是国家一类开放开的，海门店已经有万吨级以上的8位年年个。2012年货物吞吐量达6003.9万吨，接下来嘉兴的集装箱75.1万标箱。嘉兴港同内湖联络，同上海港、大小洋山港、宁波港相配套，一道构筑起长三角流域发达的海河联运体系，为先进制造业和临港性产业提供高效快捷的物流服务。嘉兴是一片充满热情色彩的地方，搿里他的人拿聪明的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产业热情。纺织服装、五金机业、皮革制品、家具制造，全是年年的区域特色产业，不单单成就是嘉兴老早点工业经济的辉煌，也营造出一方嘉兴人的富足和安康。不管辣花走世界皮革交易份的1/4的海宁皮革城，还是全国顶头的羊毛衫集散中心，白的和红的2个大的羊毛衫市场，侪反映出搿里它曾经是林志远经济现象的发祥地。今朝跟牢住经济制造业的改造同升级，搿让它伊会得以高速发展的先进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变得越来越精彩夺目。搿让它是华东地区重要的电力输入和能源基地，近3个电站1、2、3期全部并网发电，为搿让它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搿让它是浙江省接轨上海扩大开放的前沿阵地，全是一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12个省级经济开发区，经过蛮多年数的建设同开发，侪已经具备邮电通信、供气、供水、污染物处理等基础设施配套和产业往下游延伸的功能。丰富的人力资源是嘉兴对外开放平台的一道风景。嘉兴医院、嘉兴职业技术医院等年级的大专学堂，为经济建设源源不断的输送高素质人才。清华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浙江中科院应用技术研究院、乌克兰技术转移中心等成功引进，更加只为嘉兴建筑起人才引进的高端平台。优质的服务是一座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集中体现。辣花嘉兴，随便啥个投资建设的审批手续，侪采用一条龙服务和一站式审批。海关、出入境检疫检疫、海外结算和出入境管理等涉外服务机构全部备齐。搿让它不单单是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发源地，还有中国10大美丽古镇同享乌镇，中国江南古镇加入西塘的书香风情。有平湖九龙山、海逸南北湖的湖光山色，有天下奇观的海宁犍江潮。
嘉兴上月的历史也培育出木新型的近代民歌和现代文学。国际上有名的中国近代艺术教育家李叔同，中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现代诗人钱之马，胡页小说家金庸，还有集小说、翻译、漫画为一身的教育家丰子恺，侪是搿种名人当中的杰出代表。秀美的脑湖像一只大的聚宝盆，正向世界走入充满魅力的胡页画卷。搿浪向是一座风雅之城，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风景是一个象征性符号。石通同野菜，市场同鼓楼，侪可以辣搿片土地浪向一道胡页共存。嘉兴更加是一座胡页之城，老早辰光就开始实施个城乡一体化策略，已经使嘉兴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并后嘉兴建设对生活辣搿浪塔的人带来的是吉祥和安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富裕，使嘉兴充满无穷的魅力。也正是有自家大的魅力，世界各国的投资者侪拿投资的目光放辣搿浪塔。美国通用、荷兰壳牌、日本车联、德国麦德龙和日本电影集团等世界500强企业先后落户嘉兴。全市已有78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辣嘉兴投资建成了5000多家企业，实际利用合资达60多亿美元。合资企业的纷纷落户，不但催生出电子通信、化工新材料、光气电、生物医药、汽车零部件等一批新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同时还领导着嘉兴石通制造业往不断改造、升级、提升的方向发展。新颖的现代服务业创造着未来生活的雏形，高速发展的仓储业和大型超市为现代物流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滨海新区的宏伟蓝图寄托的是嘉兴海洋强势的梦想。创意产业、科技应用、中部经济一个又一个的创新梦想，激励着嘉兴不断的走向更高的境界。嘉兴是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科技进步示范市、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已经连续8年登上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所属的5个县市全部进入全国8强行列。嘉兴微笑着向你伸出热情的双手，也热切的期盼你来嘉兴放飞梦想。